主后2023年1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致命的长衫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24节。主上帝所造野地一切的动物，蛇上开刻。蛇对妇人讲：上帝检有影讲，园内所有的果子，恁拢袂用得食。妇人对蛇讲：园内所有的果子，阮拢通食，只有园中迄丛树的果子，上帝捌讲，恁毋通食，嘛毋通摸，恁若毋听，恁会死。蛇对妇人讲：恁无一定会死。上帝知，恁食的时，恁的目睭就会开，会亲像上帝分别善恶。妇人看迄丛树的果子好食，甲肉，阁会互人有智慧，就真欣赏。伊就挽迄个果子来食，煞互甲伊做伙的丈夫食，伊的丈夫嘛食。因两个人的目睭就开，才知家己是赤身裸体，就变无法阁树叶做裙下地。黄昏凉冷的时，迄个人甲伊的妇人听到主上帝伫园内得行的声，就秘伫园里的树仔内，闪避上帝的面。主上帝叫迄个人讲：你伫倒位？迄个人就讲：我伫园内听到你的声，就真惊，因为我赤身裸体，就秘起来。主上帝就问：什么人甲你讲你赤身裸体？你是毋是食我吩咐你毋通食迄丛树的果子？迄个人讲：你互我甲我做伙迄个查某人，伊摕迄丛树的果子互我，我就食。主上帝对妇人讲：你哪会安尼做？妇人讲：蛇甲我引诱，我就食。主上帝对蛇讲：你既然做即个代志，伫一切的精生甲野地的走兽，你特别着受咒诅。你要用腹肚行路，一生食土粉。我要互你甲妇人结冤仇，你的后代甲伊的后代嘛结冤仇。伊要上你的头壳，你要上伊的口甜。佮对妇人讲：我要大大加添你怀孕的痛苦，你要催尽痛苦才生囝。你要恋慕你的丈夫，伊要管辖你。主上帝嘛对亚当讲：你既然听趁你的某的话，食我吩咐你毋通食迄丛树的果子，所以土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着一世人劳苦，才会当对土地得到食物。土地要因为你发刺皮甲积犁，你要食野地的菜薽，你着汗流满面才有通食，到你归土，因为你是对土捏造的，你本是土粉，嘛要归伫土粉。迄个人甲伊的某号名叫做夏娃，因为伊是人类的老母。主上帝为着亚当甲伊的某用皮做衫，互因穿，就赶出埃甸园。主上帝讲：呾，这人已经甲咱相款，会分别善恶。伊若伸手去挽活命树的果子来食，就会活到永远。主上帝就将伊赶出埃甸园，互伊去种植土地。伊是对土捏造出来。主上帝将迄个人赶出去以后，
伫爱莲园的东边设四面灯饰，发火焰的剑，派天使基路伯防守去活命树的路。致命的长衫。旧年上互人着惊的新闻，应该就是有袂少人受诱拐去柬埔寨食头路，互当作猪仔囚禁虐待，甚至互带除器官贩售客死他乡。拐骗者通常掠着人的贪婪心，用美丽可好听的白贼话来利诱人。其实，不只是柬埔寨诈骗案，类似案件也伫国内上演。诈骗集团是用悬的薪水、免工作经验、提供借贷等诱惑的条件来利诱人。一旦有人上门就绑架，爱受害者搁去诈骗其他的人。世间减有真正毋免经验，就会当享受各种诱惑贷具的头路。遮尔无下常理的定财条件，却会当引人投入伫猪笼仔，主要就是看准人的贪心。诈骗通常包着美丽的长衫，表面是有甜头，内面却是致命的毒物。诈骗的历史由来已久，人类史上第一件诈骗案件，通回溯到创世纪第3章。搞怪的蛇用迷人的话术，诱惑负责人陷入罪恶的牢笼。蛇问负责人：上帝减有影讲，园内所有的果子，恁拢袂用得食。负责人回答：园内所有的果子，阮拢通食，只有园中迄丛树的果子，上帝捌讲，恁毋通食，嘛毋通摸，恁若毋听，恁会死。根据第2章17节，上帝的确禁止人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总是并无禁止妄意。蛇掠着负责人对上帝话听一半的弱点，对伊讲：恁无一定会死，搁进一步做破坏关系的反间工作，讲：上帝知恁食的时，恁的目睭就会开，会亲像上帝分别善恶。经过蛇安尼怂恿，负责人掠准是真的，就受骗。伊看迄丛树仔的果子好看搁好食，搁会通得到智慧，就真欣羡。所以挽果子家己食，搁摕互伊的丈夫，伊的丈夫亚当也食。因食着上帝禁止袂当食的果子，目睭就开。毋过，因并无亲像上帝当分别善恶，反倒转是发现家己是赤身裸体，深深感觉见笑的两个人，借边无花果树的叶仔来夹砍身躯，搁密起来。涉入即件头号诈骗案的相关对象，拢着付出代价。负责人此后爱经历怀孕、生产之苦。诈骗人的蛇受惩罚，用腹肚蛇行路，将身食土粉，佮负责人彼此做对敌。负责人的后代也甲蛇的后代互相对敌。负责人的后代要拍碎蛇的头，蛇要咬伤伊的口甜。若是捌接受上帝禁令，却甲负责人做伙食禁果的查甫人，当然也袂当免除刑罚。
查甫人爱将身辛劳，才通生产教业的粮食。伊着汗流满面，才通食饱。伊爱工作直到死亡，为伫土粉。即层诈骗事件上无辜的是土地，伊要因为人违背上帝命令受咒诅，对他发出刺皮甲杂草。即层诈骗的结果，互人受赶出爱殿堂，爱耕作土地，才通对土地得到食物。默想，网络发达，假信息真猖狂，咱要安怎来避免受骗、受诱惑？网络发达，假信息猖狂，咱要安怎避免受骗、受诱惑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，搁较认捌你，搁较亲近你，互我诚侪谦卑简朴的人，互我无贪图浮浮的名利，远离各种试探和诱惑，免得落入罪恶的罗网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